為咗完善現行嘅消防安全規管制度，政府提出修訂消防條例，希望從制度層面全面提升消防安全水平，更有效保障市民嘅生命同財產。早前，保安局同消防處已經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講解條例嘅修訂建議，係以6大支柱為核心。第一，強化消防裝置規管制度。消防裝置對於保障消防安全至關重要，所以我哋建議立法禁止蓄意或罔顧後果地干擾消防裝置。另外，如因修理等原因而需連續24小時或通宵關閉任何主要消防裝置，消防承辦商喺關閉前必須事先向消防處申請批准。如有主要消防裝置損壞，必須喺24小時內強制通報消防處。第二，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物業管理公司將會納入法定責任鏈，同業主以及法團一齊擔當消防安全把關者嘅角色。消防裝置責任人每半年要檢查火警鐘，喺消防裝置關閉或損壞期間，要提供臨時嘅消防安全措施，仲要張貼年檢證書。我哋建議將火警演習同埋巡查逃生途徑嘅責任提升為物業管理公司嘅法定要求。第三，革新承辦商註冊同紀律制度。消防承辦商嘅註冊唔再係永久，而會改為每5年續期。合資格人士嘅學歷將會有所提升，並且會加入持續進修要求，仲會引入全新嘅註冊消防裝置技術人員制度。另外，紀律委員會嘅權力會擴大，可以罰款同埋扣分。我哋又會優化紀律程序，盡快完成調查同裁決。第四，提升罰則同刑責，例如發出虛假證書屬嚴重罪行，最高罰則會由罰款5萬元大幅提升至300萬元及監禁3年。修訂更會引入管理層刑責條款，如果有公司董事、高級人員等決策或監督人員縱容、疏忽或不作為，都可能要承擔法律責任。第五，引入定額罰款制度以及優化消除火警危險流程。修訂建議消防處可以就阻塞或鎖上逃生途徑、未按期檢查消防裝置等易於證明嘅違規事項，即時處以定額罰款。消防處亦獲賦權，當有即時或重大火警危險時，可以移除並向相關人士追討費用，更快捷保障居民嘅安全。第六，加強消防處執法權力及打擊非法轉注燃油活動。修訂會完善消防處進入處所嘅調查權力，並會有適度嘅逮捕權，以應對複雜違規個案。另外，非法轉注燃油活動嘅罰則亦會大幅提高，刑責更會擴展至明知故犯嘅賣家。賣家最高可被判罰款300萬元及監禁3年，買家最高可被判罰款100萬元及監禁1年。買賣雙方嘅車輛都有機會被充公。政府將嚴厲打擊呢類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嘅不法行為。修訂消防條例嘅公眾諮詢即將展開，消防處會廣泛收集持份者同市民嘅意見，以共同完善方案。